发信息，你会不会？你知道我现在想很多东西。这几天我在里面才今天出来。你是属于看守所出来，是什么哪里的？给我朋友接电话是吧？我朋友现在还在看守所。你是已经结婚噻？结婚了。结婚了是吧？我小孩都快结婚了，小孩都18岁了，我小的4岁的。是吧？这些你都知道吗？这几天我在里面才今天出来，我老婆已经让我签了结婚协议，已经宣判结婚了。这几天打电话可能我没接，因为我手机因为在外面是我老婆拿的那个。我今天是麻木的，出来就拖着我到民政局申请办手续。你现在搞得我离婚了啦？现在他就是这几天搞得我离婚了。在这个事件中，男女双方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关系。在女子生完小孩后的半年时间里，男子因为进了看守所而失联。女子以为他在刻意的逃避自己，于是就想到让外卖员谎称孩子走丢送到派出所的方式来逼男子现身。从法律层面来说，该女子的行为属于典型的扰乱社会治安。从道德层面来说，作为母亲，遗弃自己的孩子也是十分恶劣的。针对这样的情况，我们公安机关有必要对其进行严肃的批评教育。小孩子是你肚子里面生出来的，对吧？生之前的话，你自己考虑好了，你是个成年人呐。这孩子才这么大，对吧？你觉得你的这个处事这个方法，给他扔那个的嘛？啊，是的，而不是相当过激，而是非常过激了，啊。他小孩子如果他不养，你可以去法院告他了，这市委就不能也通过这种方法了。他不接电话，不回信息。不接电话不回信息，你有他的身份证啦，你有晓得他姓甚名谁啦，身份证上有地址啦。这个小孩是不是我的？我敢肯定吗？那等下午一起坐电梯。我坐了电梯是我的意思讲，既然是我的，我负责。我带着的时候，你说那时候你给我发个信息，你说你怀了孕，我马上转了1万块钱给你打掉，你不打，反而发了我说的调查费用，你自己看你发了东西，我全部有东西在那里的。